讲到这个花莲讲好做大水的重灾区佛祖街，为什么叫佛祖街呢？是因为有一间佛祖庙叫做保安寺，是当地信仰中心。这个大水呢是拄好淹到佛祖的身坎下骹拄啊好，有人讲这佛祖真灵感。 怪手甲20-30位的志工伫咧花莲保安寺做志工，甲原本应该剩1/3的庙慢慢清出来。这大只的无法度入去，啊，人感嘛歹清，因为这该清嘛，哎呀，所以爱个小只入去清，啊，这个又是庙，这个庙啦，啊，拢古迹啊。规间土沙有2米高，不过对相片会当看到土沙无因过生尊，四下模拟佛天上圣庙关圣帝君，这个神尊拢好好，互信众感觉真神奇。当地居民也讲，保安寺是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。个灵感，阮迄孙仔若伫外国，也是讲伫台北若来，拢一定去保安寺。 花莲江湖乡的保安寺，就伫即个上严重的受灾区佛祖街顶面。庙方讲，当初因为旱林去甲江湖乡开垦生活，所以才会伫咧当地起庙。这间庙已经有149年的历史啊。虽然神明道顶一寡神尊阁好好，但是庙方讲，也是有一寡神尊去互大水冲去。咱的佛祖吼，新刻的有5尊，啊原来也有3尊到8尊，啊宝架12尊拢无去哦。 唔啦，若要算差不多20尊啊。有3台环保局货车，搁放卡伫咧烂土内底。啊，若伫咧这个所在咧，阿伯伊放去几啊天的货车，伫咧今仔日总算找到啊。保安寺现场的路高梅是真深，也有附近民众的车，互大水冲到庙埕。庙方讲，即个损失真严重，若是要清理好势，恐惊就要1-2个月时间。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华联报道。